Hello 啊，大家好啊，我係元朗紅的蔡生。呢一集係想同大家講下揸四座要注意嘅地方。首先，開工前睇睇車胎正唔正常，有冇漏氣。安全嘅情況下，睇下呢個淨水箱水。如果每日都有食水問題，需要去車房檢查。呢一個係副水箱水，正常大約需要裝滿1/3就可以啦。呢個就係偈油尺，拉出嚟睇下偈油正唔正常。如果唔正常，亦都要去相熟嘅車房處理。如果發現車胎唔夠氣，係需要打32磅氣嘅。好多司機都問呢隻車每一間可以行到幾多公里，每一缸氣可以行到幾多？開工前可以睇下呢個磅，正常情況下呢係可以打到80磅嘅。咁每一磅氣呢，基本上呢大約可以行5至6公里嘅。新司機又需要留意下嘅，左後邊呢個窗千祈唔可以開一半個窗，然後開閂呢道門，否則就會爆玻璃嘅。呢個係千萬需要留意、千萬需要注意嘅地方。咁有啲車呢，佢哋叫話會閹咗呢道門、呢個窗，就等乘客唔可以開窗，否則爆咗一半玻璃呢，都要花啲時間去車房處理嘅。如果4座位撻車比較困難，可能撻1-2次先着呢，可能就係電池嘅問題，需要去車房跟進。開工嗰時最需要留意嘅地方呢，就係呢個溫度錶。萬一發現過高或者唔尋常嘅高溫，需要停埋一邊，睇下係咪水箱水漏咗，或者俗稱佢哋叫做燒盤頭針口，需要即刻打俾打理人或者通知車行睇睇係拖車定係加水繼續可以行。另外呢架4座位呢個油標呢，可能唔作準嘅，因為有啲091年嘅年份係比較舊噶啦，所以開工前留意下車尾箱呢個氣標呢個針正唔正常。如果唔正常呢，都係要通知打理人或者車行。萬一呢啲4座位有個水龍頭黃色嘅標誌出現，係咩問題呢？大部分都係催化問題，基本上安全情況下呢，都唔使處理噶啦，車主亦都唔會更換噶啦，多數。另外有一個 TRC 着咗，使唔使即刻去車房處理呢？咁其實如果你揸車行落去正常呢，都可以唔使急住去車房嘅，經開去車房篤一篤電腦，睇下點樣處理。各位如果中意我呢條片嘅朋友，麻煩幫手訂閱、分享俾朋友同埋讚好。如果你哋有任何咩意見、咩話題想一齊分享下嘅，亦都可以通知我。多謝各位嘅支持。